Dips 係一個訓練胸肌同埋三頭肌嘅動作，但係有唔少人喺訓練之後都會覺得膊頭嘅關節有唔舒服。呢個情況通常都係因為過度追求落得深，導致肩關節過度伸展，從而出現不適。我哋有3個優化嘅建議。第一，控制深度，大約落到手踭呈90度就可以。太過深嘅行程未必可以帶嚟更加多嘅增肌效益，反而會增加感到唔舒服嘅風險。第二，軀幹微微前傾，保持下巴微收，軀幹保持大約前傾30度左右，咁樣可以令到我哋嘅胸大肌幫忙分擔負荷，減輕關節嘅壓力。第三，穩定肩胛，全程都保持我哋嘅肩胛下沉同埋收緊我哋嘅核心，避免肩膊喺底部嘅位置時候向上滑動，即係有明顯縮起膊頭嘅情況。訓練嘅幅度應該建立喺關節控制到有舒服嘅範圍之內。透過角度嘅改變，你可以保護到關節，同時亦都可以得到更好嘅肌肉收縮感。